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因为消防兄弟伫火中当中救灾，真侪积碳也在实地外物，就会喷布伫咧消防衫顶头。为了减少救灾过程当中粘条伫咧消防衫顶头的有害物质，台南市消防局参考国内外资料，自行研发出简易式火场除污洒水器以及烘干设备。今天很高兴，也很开心来到这个消防局，能够见证我们这个消防衣的清洗机制的建立。我们从这个在火场现场的初步清洗，一直到回到队部的2次清洗，一直到进入这个专用的洗衣机以及使用专用的清洁剂的这个整体的清洗，都见证了消防队、消防局各位同仁他们用心良苦，能够把这个包括自行研发的机制包括这个参考国外所改装的这些设备，其实都用最少的成本能达到最大的效果，能一方面保护消防衣，那保护消防衣就能够这个保障消防员出勤的这个安全以及清洁，这非常重要。因为消防衣上面在火场中常常会容易沾染很多污染物质或是致癌物质，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得到没有好好的清洗的话，下一次出勤的时候，往往对于消防员是很大的危害。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很谢谢消防局许多消防队员的用心，也很谢谢议会的支持，在第2套消防衣上能够同意这个预算，能够让消防员都能够有第2套消防衣，以保障他们的这个安全。我觉得其实这部分这个大家的用心，其实市民朋友都看得到，也希望借着这个装备的充实，能够提供给市民朋友们最好的一个保障。消防局长李明峰表示，全国首创的消防衫除污清洗机制有3大重点。消防衣的清洗机制，那总共有3个重要的部分呢。第一个就是一个全国首创的消防衣的清洗的 SOP， 从出火场一直到回去的晾干呢，都有SOP 的流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有采用专属消防衣的洗衣精。那么这个呢，各分队我们都会给予他们充分的供应。那么第3个呢，就是我们消防衣的 PPI 的品质呢是满意度最高的。那么这个也经过我们所有第一线同仁的满意度调查，都高达80几以上的。所以我们希望第2套消防衣也能够再采用高品质的 PPI 的材质。消防局嘛指出，台南市长黄伟哲上任了后，积极提升警义消的福利甲装备，为消防兄弟购置第2套消防衫。这款的福利伫6都当中只有台北甲桃园有购置第2套消防衫。未来消防局嘛会持续强化消防人员火灾抢救人命技能，增进各项救灾装备器材操作，确保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年癌的发生率虽然不是6都排名上头前，不过死亡率每10万人都有12位，排名却是6都头1名。对此，议员林美燕上午透过卫生局的业务报告甲质询，提出探讨。一方面，除了是诊断级别较悬，影响着存活率；另外，就是咱市的体检率竟然比全国的标准更加低，因此要求卫生局要加强体检。另外，嘛建议体检的年龄应该降到40岁以下。标准是40岁以上就是检查乳癌，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乳癌的年龄层再下降一点，提早来做检查，然后多鼓励一些人来检查，呢我们的能够在我们台南市的就是乳癌的死亡率能够咱们降低一点，甚至没有啊。这步我想可能是不是要去努力一下了？其实在今年有799场的筛检了大概有5万多人检查，我们大概也做了188位的确诊了刚才在那个报告里面有，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议题了。那在台南呢也
说实在，在中央呢有新的计划，我们现在也在参与在其中。那这个年龄的下降呢，我们其实也考虑在里面。另外，就有民众申请新种手册，因为至少要有半冬的就诊记录以上。不过，议员刘维英就认为，一寡长者因为病情一看就知影袂用的恢复，根本就袂堪这半冬的拖磨，因此呼吁卫生局看是毋是用个简化流程，避免病人甲家属的拖磨。敢是准这伊实际上伊就是一个不可逆的状态了。那是不是可以在申请的时候，让他有办法去直接完成评估，不用再让老人家这个就要这个就诊半年以上？你也知道，半年以上，特别是大医院，其实做歹挂号的呢。这有可能这个半冬，伊可能看无2道3道，但是对着长辈来讲，伊就是爱这个受着舟车劳顿之苦嘛。对此，卫生局长表示，有这种的规定，主要是要避免假冒的情形，而且该规定嘛是行政命令的一种。如果有需要，未来卫生局嘛会向中央来反映。台南新闻林根何乔邦采访报道。发表会一开始就由着加西町舞蹈剧团结合台湾文化协会的会歌，呈现文化青年走向民主、争取自由的精神。这届台湾历史博物馆重新出版1920年的杂志《台湾青年》，并重新收集甲整理蒋渭水相关的影像，并出版了《人间蒋渭水》历史影像集，希望让现代台湾的民众看到100年前的读册人的努力。日前举办了新册发表会，文化部处长也亲自出席，肯定了这2本新册的出版。其实那时候，我想整个社会环境其实没有现在的进步，但是他们就已经喊出谋台湾文化之向上。如果就如同刚才馆长所提的，对于整个台湾文化协会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我觉得他谋台湾文化的向上里面最重要的2句就是自觉跟自信。那自觉其实他就说让台湾成为台湾人的台湾，其实这就是一个自觉。自信就是说让台湾成为世界的台湾。台湾历史博物馆出版这个新册，除了是希望历史让民众看到，也是希望台湾的民众会使重新得到启发，了解如何面对世界。出版这个书呢，并不只是一个书的一个复刻，而是开始我一直希望说，我们做一个历史的一个博物馆，能够面对当代的社会议题，来跟历史做对话。那我们现在呢，来面对一个100年前的一个历史，是希望能够做什么样的一个对话？你要想想，在100年前，120年，1920年代的时候，这一些的青年，他们在思考整个台湾的未来。那个时候，在1次大战的结束，整个世界有极为巨大的一个变化。那这些在日本的留学生，或者是在岛内的这些年轻的一代，他们在看到整个世界的一个局势的时候，一直在思考说，那台湾的未来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看这段历史呢，要先能够跳脱早年我们在受教育的时候，在讲到所谓的抗日，就是这个他们对于整个希望台湾这个岛内的人可以有自觉，这个远远高过于所谓的抗日。那这个的自觉呢，我们现在再回头看，用到现在，都还可以完全可以适应。好，那今年它的重点就是在台湾第一份的政论杂志《台湾青年》的复刻出版。那接下来会陆续的完成。那当然这个是有无私的收藏家比方说那个皇家那个他们就提供了这个出版的这个复刻的原版那当中有一些缺漏，那我们国史馆的刘云博士他就到处去奔波，像这个台湾青年也是如此所以这个要感谢文化部的重视，还有我们台史博全力的来推动。
才有这样的成绩。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集国家的力量，集大家的力量一起来把它做完成的，并不是我们基金会的功劳，我们只是一个螺丝钉而已所以也希望大家继续的为台湾文献保存一起来努力，一起来把它发扬光大。这届的新册将会伫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图书室提供民众阅读。如果有兴趣的民众，也会使到台湾历史博物馆行一转。台湾新闻国无伊采访报道。位伫个健康路尾国平重划区，因为拄好位伫个安平港的东南边，加上近年来安平游艇码头的开发，吸引未少建商伫个遮推案。有数个小宅，嘛有100坪以上的豪宅，甚至介绍开上2000万以上。其中国平南路由富力建设加龙大营建推出的大楼豪宅远奏区，以102坪到130坪来规划，而且强调每一户拢会用看到海景。在这里单纯，景观永远。这种景观不是用钱可以买如果我们想海岸城市，我们看到海。看到港，那这个别无需求。把你那无你的卖来比，我的卖来比是台湾人对海还不知道海这么重要。其实海还给我们什么永远的四句，永远的单纯。羡慕能有窗帘，米足好。我哋厝内底穿短裤，咱查甫有时会烫腿，安尼无方便。讲你你无经济，那在家里为什么要轻松？不是要整齐？那在这边就做得到。国平重划区是台南5期上新的重划区，因为地理位置好，伫个圆洲区的顶楼有海景，嘛有夕阳，周边还佫有游艇码头甲饭店的开发。未来建商嘛看好少年人的买厝时代，将陆续推出数个的产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这100圣经的古典画作，画工有路一个繁杂的圣经油画，竟然出自一位原本连画笔拢刻袂好的业余画家陈兰玉的手。教官退休的陈兰玉，从来无学过油画，伫个57岁迄当，因为甲上帝的承诺，要用家己人生的下半场来重新学做画。想袂到后来因为身体出状况，并且放弃积极的治疗。专心投入做画，希望会用用画作来传达福音。62岁开始学油画，那当初之所以会有这个
构想是57岁的时候跟上帝承诺，就是说要用话来传福音。后来这个过程我就忘记了。到了真正60岁那年开始，我的体重直线下降，一共下降了13公斤。那时候我就去做女性5大癌症筛选结果就是胰脏的肿瘤指数很高。这时我才想到跟上帝承诺说是，要用话传福音。那我也知道，如果胰脏的问题去处理的话，大概我不可能去画画。所以我就给上帝说，我说我的生命还有多少我不知道，我只专心画，看神要我画到什么时候，我就画到什么时候。陈南玉的作品拢是以圣经的故事为主题，用临摹的方式，透过人像用圣经来具象化，画中画出人性的罪加能力，彰显上帝的恩典。每一幅拢有伊要传达的故事加意涵。那当我们在做这样的欣赏的时候，一个图画可以让我们从浅到深去理解这一段故事，圣经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所以很感佩陈南玉姐妹，她用她的专长，其实有点像是恩赐啦哈。那她在退休之后，用她的恩赐来做圣经相关的图画，我想是可以对基督徒或是非基督徒都可以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也很高兴新楼医院成为他画作展览的第4站哈，我想对新楼医院的意义也是蛮大的。陈南玉的福音画作，伫个巡回中华基督教病院加鹿港基督教病院的展览，目前来到第4站台南新老病院来做展览，展期对今日起一直到11月29。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用个前往参观。台南新闻林跟何乔邦采访报道。3、2、1，请剪彩。谢谢我们3位长官。位伫百货内底小米台湾专卖店，17号上午，由着法雅克以及小米台湾总经理共同剪彩之下，料理开幕。还未正式对外营运，就去应真侪米粉，透早就来排队，准备要来抢头香。几点来排？5点半。为什么想说那么早来排这样？因为其实台南原本只有在 Focus 那边有一间小米，那想说在这边会蛮热门的，所以就早点。那你今天想买什么？就一样，就是小米手环，就买1送1。整个据点占地大约45平，是目前百货通路内底上大的。内部舒适的空间，展示了小米穿戴3C 以及家居影音甲配件等商品，嘛提供实体产品给消费者体验。这间店的主要的其实跟其他2间店差异点是，这是我们一个目前的一楼店面，那它整个在卖场的通透性，甚至在商品的多元化选择部分的话，其实顾客会比较容易跟接触到每一样的商品。而且其实配合小西门这个商圈，它本来就比较偏年轻化跟全课程的部分，所以我们有选择很多偏家电类的产品，不管是扫地机器人，甚至空气清净机，还有我们最主要的小米手机。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店其实可以给更多不一样的一些体验的部分。小米台南专卖店开幕，是伫咧台北、台中后第3间进驻百货的通路专卖店。望透过百货公司替双方带来无同款的课程，做出强化品牌销售。那我们有手机的产品，也有多种多样的智能家居的产品，然后包括说小米手环这种可穿戴设备的产品，然后也有一些 lifestyle 的产品，比如说箱包啊这些的部分。那我们的那个理念呢，就是我们希望说让大家以比较合理的就比较划算的价格，然后来买到非常棒的这些产品，就让更多人能够享受到科技的乐趣。所以呢，用户其实可以在小米的那个专卖店里面呢以非常划算的价格，然后来买到这种最新科技的产品。那比如说我们昨天刚刚推出的那个 Redmi Note 8 Pro， 然后它是台湾市场首部的6400万像素的这样一个4摄的手机。那我们今天的话呢，也会开始做预购，然后还会送 LDOTS 这样非常超值的蓝牙耳机。所以呢，用户确实是能以比较划算的价格来享受到我们最新的科技的产品。为了庆祝开幕，小米专卖店除了推出前100名小米手环加1块加1件的活动，东港消费还会送限量的小米 T 恤。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
台南在地知名的玲珑舞蹈团，每一年都会推出年度的创作。今年以着游戏作为主题，搭配上黑天鹅效应的概念，打造出一套全新的舞蹈演出。艺术总监黄丽华表示，希望透过这届的演出，让观众思考人生甲游戏相关的意义。它是呢，由于黑天鹅效应，讲述的是随机的、不确定性的，然后来演绎我们的人生的各种样貌。人生呢，非常的错综复杂。那我们在呈现我们作品的时候，就是把生命跟我们的人生、跟我们的舞蹈作品结合在一起。那我想这样的东西呢，才能够感动观众，因为我要做的舞蹈不像说昙花一现，那看完就过了。我希望呢，它呈现的是有一种社会的功能，那有一种启发的价值，那甚至跟我们的生命历程里面能够做一个结合。同时也运用色彩丰富的大球，伫舞台顶随机的滚动，创造出一种无确定性。如果球走到观众边啊，舞团也希望观众会使把球用回来，打造一种互动的感觉。我们把棋子幻化成球，那这些球其实大概会有将近30-40颗哈。那它不定时的会在舞台上出现。那我们舞者呢挑战自己，那我们也挑战观众。或许呢，我们的球有可能会滚到观众你的脚旁，还是呢你的身边。那个时候我们就希望说，观众能够跟我们做一个互动，然后能够把球回应给我们。类似这样，那产生一种游戏的一个概念。这届以着舞者更加精彩的舞蹈动作来取代舞台顶面的多媒体的主视觉，要让观众的重点放伫舞者的表演顶面。一些媒体应用的大量的，那它非常的绚丽，然后呢非常的耀眼，也很吸引人。可是呢，今年呢，我们把这些元素给它拿掉了。我们想以肢体取胜，然后呢，我们以灯光的一个配合，然后呢，以舞者所要传达的一个讯息，让观众能够呢 focus 在我们的舞作上面。所以整个舞作上面可能就看不到我们那一种很绚丽的画面。可是呢，会有那种让你很吸引你的画面。这届也有企业提供可爱的泰迪熊动作礼物，要让表演团体抽奖给现场的观众，要让观众伫看表演的同时也会使耍游戏。但新闻国无以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